我说女兒啊，你是当阔太太当傻了是吧？那没钱想办法搞钱去啊！你没办法，爸爸给你出主意啊。爸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呢？女兒哎，不是爸爸对你狠呐，是別人對爸爸狠呐。哎，這個食堂就是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這些你得跟你姐姐仔細學呀，打小我就教她，是吧？別這樣，趕緊想辦法整100萬。1個星期以後，你要是沒有100萬，我讓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是誰。好。行了，別送了。爸，好好過啊，爸爸挺好的。你答應我的100萬呢？錢沒錢啊？我讓你身敗名裂！你給我等着！你這個賤人！我讓你看住我老公，不是強迫老公。你知道我跟你最大的區別是什麼？就是你不识時務，對吧，啟程？来人，把這個不知道從哪來的女人給我拖出去！不要再來我們的家！不，啟程，你聽我解釋，不是這樣的，不是這樣的，啟程。啟程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没事吧？啊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啊？没事了，过去了，只是个梦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蘇妍希，你敢跟老娘搶男，你就是個賤人！你說，他是不是賤？賤，絕對賤，他就是天底下最賤一賤人。哎，再喝了這杯，讓世界上所有的賤貨都他媽見鬼去！給我滾！你們他媽幾個也不是好東西。妹妹，我實話告訴你，哥們兒跟你喝酒是看得起你，裝哪門的清高啊！看看你自己，你還是什麼好玩意兒啊？